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11月7日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婚林，有一个11个月大的查甫婴仔，伫年母因兜摔着伤，头壳来出血，送病院治疗，目前昏迷。年母是讲，是囡仔爬伤悬，无细致摔落来是意外。也毋过囡仔爸母怀疑囡仔是互苦毒，年母互移送法办。检察官伫昨暗申请羁押，尾也法院是裁定伊5万块交保。查甫婴的爸爸提出后生鸦片才唔甘，因为查甫婴找到暗时雄昏迷的一吐，互年母送到病院抢救，带到病院时阵昏迷指数只有3。查甫婴爸母怀疑囡仔是互年母虐待。医生就是很强烈的怀疑说小朋友是被施虐，因为他右半边就是直径12公分，然后半径9公分，就是等于右大脑上基本上都是淤血，然后。右边的脑就是头盖骨是拿起来，他现在还没有装回去。伊的爸母表示，因是透过通讯软体推到这个年母，为7月开始将后生委托这个年母14点钟照顾，除了逐工请年母翕相以外，隔2-3天就会去看囡仔。暗过年母找了暗时打电话来讲囡仔为2公尺悬的所在摔落来昏迷，因要求马上将囡仔送医急救，社会局接到通报，也赶到病院了解状况。现在我们大概就是陪着家属先处理孩子的救治问题，那把孩子的医疗的稳定状况确定下来，然后家庭的照顾的一个分配跟照顾的困难，我们可以先做协助处理这样。那后续的部分我们就静待检调这边的一个处理，我们再做后续的处理。婚姻关社会局表示，经过调查，这年母无证照会依法处罚。查甫婴手术了后，医院伫交予病房观察，伊所检判伤势毋是自然外力造成。检察官初暗示核实年母了后，认为犯罪嫌疑重大，而且否认犯行有别真可能，向法院申请羁押。婚姻第一件有抵5万块交保候团。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花莲县的杨头山伫昨昏发生山难，有一个姓蔡22岁大学生爬山过程无细致，跌落10公尺深的坎卡，不幸过往，遗体是出动直升机送落山。受伤落地出现救援直升机的影像，花莲县消防局初7早起6点外接到报案，一个爬山人爬杨头山，无细致摔落去差不多10公尺深的山坎，朋友话也无反应。不过因为事故地点伫步道3.7公里的所在，救援人员用5点外钟才总算到出代志的现场。5、6，好，停，去，拉，先拉个。汤医学院72岁生出查甫人无生命现象，确诊死亡。由空勤直升机将遗体吊挂落山，不过要爬油头山虽然唔免入山证，不过要先申请泰鲁阁国家公园入园证。2人是毋是有申请相关单位要去做确认。油头山海拔3050公尺，甲碧绿山、屏风山、白高大山有中环4类称呼。登山口伫泰鲁阁国家公园内底。步道一抓就要4.1公里，往返就要爬到10点钟，海拔落差超过1000多公尺，有一定的难度。泰鲁阁国家公园也呼吁，杨头山步道是属于登山型步道，装备无够、体能无好，拢莫去爬。记者综合报道。做伙关心天气，要提醒乡亲变天哦。今日早起受锋面的影响，中部以北、东北部雨会较粗，咱来看温度。入秋上强的冷空气到位，今日咱全台湾明显拢会转凉。透早锋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会转凉冷，雨脉较粗。气象局伫早起嘛有针对湘北、基隆、桃园有加强式的管区发布大雨特报。另外，台南以北沿海的所在嘛爱细致强风大影，要提醒乡亲伫今仔日愈晚会愈寒。中昼已经无到20度，若暗时只剩16度。中南部日时暗时温差会真大。若水汽的部分是集中伫今仔日甲明仔，后日拜三开始就会转做大冷。提醒乡亲，这波冷空气上介寒的时间点是伫拜三的半暝啊到拜四的透早，气温敢若12度至13度尔。到时水汽的减少是大冷，只是暗时温差真大。这波冷空气会影响咱1礼拜到拜6礼拜才会减弱。10月7号是日是节气的日头，不过因为东北风小可变强，并且小可冷，已经有一寡民众已经穿着长午较薄的外衫。不过，安尼天气会有正大的变化，因东北季风变强，并且华南风雨区东线影响，
这8号拜日会转做冬冷的天气，这透早温度可能会来降10度。明天在北部、东北部地区，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雨出现。那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也会有比较局部的短暂雨。那中部地区以及南部的山区也可能会有零星的短暂雨。10号拜三水气减弱，天气嘛为冬冷变作是大冷的天气。除了东半部地区是小块来落雨，其他地区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温度嘛可能来回升差不多是2度。另外嘛，因为云量减少，伫咧辐射冷却的效应影响之下，在透早跟暗时的温度变化会较大。周3到周5这段时间都是属于比较干冷的天气形态。那温度来讲的话，最低温度在周3晚上、周4清晨，还有周4晚上、周5清晨。以北台湾来讲的话，都会区的最低温度大致上是在15度左右。不过沿海空旷地区可能会更低一些，大概会在13、14度左右。那中南部地区温度也会下降。不过要特别注意，就是中南部日夜温差会比较大。安尼天气可能要到13号拜六，在东北季风减弱的时阵，这气温才会小可来回升。记者张志雄、陈立峰台北报道。继续关心联合国的气候峰会 COP26 伫英国举行，为着要提醒咱台湾人嘛爱关心气候议题，有少年家伫总统府台北101高雄的办公大楼用镭射灯光写2050净零排放。咱外交部昨昏嘛伫英国有举办台湾日。咱的总统蔡英文有录影片向国际社会强调咱台湾加入2050净零排放的决心。2050净零排放日向到夜伫总统府建筑外观，联合国气候峰会 COP26 继续咧进行。台湾要发动以外方成分参加，个人相对敏感，为唤起更较侪台湾人的关注甲讨论。有青年团队伫总统府台北101甲高雄办公大楼点灯呼应。2050净零碳排是欧盟啊、美国啊这些就是排碳大国，也是比较有意识的国家在喊的口号。但今年在世界地球日，总统蔡英文就是有说，2050不只是全世界的目标，也是台湾的目标。那这对于我们青年长期在做国际倡议来说，是很大的突破。峰会讨论如何达成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承诺，将地球升温尽可能控制伫1.5度以内。团队也甲酒吧合作，苦手推出一杯热爱1.5度 C 的你，佮营造气候变迁、海平面升悬的影像，希望予少年人有感觉。最近有一个红的歌是热爱105度 C 的你们，最主要其实希望吸睛，让大家有一点有意思的感觉，然后再去进一步的好奇产生了解。Taiwan is determined to join the world in working towards the goal of net zero emissions by 2050. 外交部测试伫英国格拉斯哥周边举行台湾日活动，分享台湾历年发展、绿色金融。总统蔡英文开幕致辞影片顶悬向国际展现台湾建立太阳能、离化风电的情况。佮表示台湾也加入2050净零排放。记者综合报道。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是来看联合报。美国商务部公开调查半导体供应链，这调查表差不多拢爱收啊。根据美国的联邦公布，也有相关的网站显示，到昨为止，包括台积电、联电、日月光，也有环球晶片，才有支票，咱台湾厂商拢有交。其中台积电更有写今年的营收年增率是24.4%，创下新高，达到566亿美金。兼个韩国的厂商 Samsung、SK 海力士拢无交调查表。来看自由时报，国安局是怎啊讲？咱台湾的清华大学校友会甲厦门市政府、北京的清华大学有共同设清华海峡研究院，并无经过咱官方的许可，就违法伫清华大学的校园内底有设办公室，当作是总部。在做咱台湾的技术研，伫台湾做技术研发、找人才，抑个找投资才会验补。这部分已经是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关心中国时报，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汉药新冠1号已经卖到全世界有几若10个国家，不过也未列做咱疾管署的治疗指引。药啊，伫这部分健保嘛无给付，汉医开药单，患者就要家己出钱。有风声讲有诊所用拆开药啊成分的方式去申请健保，民间团体是认为这是咧食健保的豆腐，咱政府爱处理。
来关心疫情，咱国内昨昏无本土病例，嘛无死亡的个案，也阁有4个大病入境的案例。另外，咱家己买 AZ 预防车，阁有544000吨送到咱台湾，也毋过特别到期啊，是到11月底就到期，引起争议。也毋过疫情指挥中心是强调讲，到期进程一定做会了。礼拜六尾暗台湾家己买第13批 AZ 疫苗59.4万剂，由荷兰航空运到桃园机场。因为这批 AZ 疫苗效期只到11月30，特别到期引起议论。指挥中心说明，考虑国际疫苗供货无稳定，评估了后同意进口。提供符合就是间隔8周以上接种的民众来接种，以提高第2剂的一个覆盖率。那后续我们会持续的掌握每天接种的情形。有承接组疫苗协会基层医师呼吁，这批 AZ 效期底指挥中心应评估放量资价，不一定要隔8礼拜、4礼拜就用做第2剂，而且要设较侪注射站，提悬民众意愿。那假是做不完，考虑赶紧送出去。许多的国家本来对 AZ 的接受度就相对比较低一点，那除非是直接用赠予的方式给其他相对落后的国家。国内测试无增加本土病例，先增加4例境外移入，其中3例是完整做疫苗了后的突破性感染，有医师提醒，特别年底有各种年节活动有群聚的风险。明年春节假期超过3万人回国，也考验台湾防疫加检验量能。我们再怎么样去注意新年期间的一个群聚，但如果说有相当比例的一个境外移入的案例由于我们的一个防疫措施的一些不可避免的一些疏漏，而造成境内的一些群聚感染的话，这反而才是最大的危机。医师建议中央要赶紧掌握回台国人行程伫倒位隔离，加隔离了后的采检拢袂当到高去，采检量能要扩大，避免短时间大量人潮加做空棚。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疫情转好，今年台北国际旅游展览的业绩嘛有明显的成长。不过观光业者就认为讲，干那靠咱国内的旅游观光产业是无法度恢复的。当时会当开放外国游客来咱台湾佚佗，到迄个时阵，咱国内的观光产业生理才有法度恢复。来自日本的观光团体来到台北国际旅展，经由各种游戏甲活动，向台湾的民众推广观光。现在那个疫情的人数非常少，所以我们很期待明年开始那个观光客的人数会增加。因为对日本的观光来说，那个台湾的观光客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很重视台湾的市场。开始即阵国际疫情慢慢来下降，各国拢希望抢国际观光财，国内业者也有相关的期待。不过，伫完全解除禁令进前，未少想要出国民众只好先选向国内旅游。今年旅展未少饭店拢经由业绩的增加，观察到民众乐观来看待疫情发展的现象。旅展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比去年成长了大概2倍以上。然后呢，以目前的状况，我们第4季的业绩其实也是很可观的。那以现在消费者的购买的情况来看，我们其实这个报复性的消费，我们是很期待跟乐见成长的。国外进来的客人还是非常少，所以呢，我们还是等待，看看呢，今年年底还是明年。整个呢，把这个观光客如果开放的话呢，那就会恢复以前的这个荣景。如果说疫情再缓和，在没有大的状况之下，我相信呢，台湾呢的观光产业呢都会起来的。旅展尾期十足，有机会提醒消费者买参观也是hiệu大馆进前，要注意使用时段是不是有限量供应问题，以免买完了后一直排无消费时间。如果有限量，或者是限某些特定的日子才能够使用。或者是限制某些特定的日子不能够使用，消费者在购买之前都必须要考虑清楚。小计划提醒要注意参观，也是hiệu大馆是不是有旅游的保证，也有保证期限的时间点，才法度来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总会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大，目前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5千万例，死亡人数嘛超过500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4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6442例。中国病例有97000多例，日本是172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
美国已经超过4700万例，印度超过3400万例，巴西是超过21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超过931万例，伫法国是超过731万例。来关心伊拉克的总理哈德米，伊的官舍伫昨昏半暝啊，互无人机攻击，造成几内个随后着伤。哈德米是无要紧。这伫会议到正中央的，就是伊拉克的总理，伊人无安怎，就随开国家安全会议，讨论这件无人机的攻击。伊拉克的国安单位是表示，有3架无人机对总理的官舍发动攻击，其中有2架轰拍落来。巴格达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美国国务院嘛发出声明，谴责这场恐怖攻击。目前也无团体坦白犯案，也毋过这场刺杀案嘛已经互伊拉克的情势变紧张。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最近的民调是直落，加上维吉尼亚州长选举失败，民主党为着要挽回拜登的声势，众议院通过历史上上大的基础建设法案，总金额是1兆2000万美金，差不多代表33兆。Finally, Infrastructure Week. 1.2兆美金基础建设法案总算伫众议院以218票赞成、206票反对得到通过。拜登完成前几任总统拢无法度达成，影响全美国上亿人生活的跨党派成就，也为车子民主党地方选举失利做一支强心针。这法案是为原来联邦小桥铺路顶基础建设计划中心授权5年期限加5500亿美金经费投入水源、网络宽频电力系统等设施。这是拜登经济政策核心项目之一，显示提悬全球竞争力的环境。And it puts us on a path to win the economic competition of the 21st century that we face with China and other large countries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It's going to create more jobs, good paying jobs, union jobs that can't be outsourced. There'll be jobs in every part of the country. Red states, blue states, cities, small towns, rural communities, tribal communities. This is a blue-collar blueprint to rebuild America, and it's long overdue. 基础建设法案早伫8月就得到参议院两党支持通过，在众议院却限制艰难协商，这也是出优势。民主党原本规划要互基础建设法案加另外一个规模更较大2兆美金，扩大社会支出的中建美好未来法案，伫初5共一天通过。中建美好未来法案目标是扩大美国社会安全网，牵涉保险、教育、移民税制，加对抗气候变迁。不过民主党中间派烦恼预算来源，进步派却嫌规模无够大，经伫遐。拜登第一摆对国会党团落指导棋，直接敲电话甲民主党众议进步连线沟通，总算伫最后一刻，互基础建设法通过。不过，中建美好未来法案卡伫遐，拜登表示有信心伫下届就会通过。拜登政府切了面临另外一个问题，伫经济共和党州提出法律挑战了后，美国联邦上诉法院以重大法律甲宪法问题为理由，裁定原定明年1月初4生效，要求企业做疫苗的强制令暂缓执行。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塔利班掌控阿富汗了后，即马是人民44个成员担任国家官员，这是塔利班掌权以来头摆宣布大规模的人数。捷克总统泽曼进前破病送病院治疗。根据外国媒体报道，泽曼是肝硬化，可能要过3-4礼拜才会当出院。来看日本媒体是报讲，因为台湾海峡局势即马较紧张，日本政府有咧模拟讲，准讲台湾有紧急状况的时，日本要安怎应应？来关心咱国防部，毛公布11月初6一天尔，就16架中国军机飞来咱台湾扰乱，创下1个月新高。而且中国生产的歼16支战机，有投入实战的训练，所以有可能会飞来咱台湾扰乱。高度81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 ADIZ， 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中共军机初一透早，阁侵了咱西南空域，互空军公布来驱离。初6深夜11点，国防部公布有16架次歼16架歼10中机来侵了台湾，创下11个上侪架次的记录，而且日夜拢来侵了。最近中国的军事动作不断，央视军事频道报道，解放军国产的歼16支电子战飞机已经投入实战化训练，进入可能加入侵了台湾的行列。
它跟通常的歼16最大的区别就是挂的东西特别多。歼16D、歼20这2个飞机的共同点就是都是针对敌人的雷达探测。根据报道，歼16D 甲歼16上大区别是在于机身下面最吊舱装载各种的电子侦察设备、通信干扰设备，也有雷达干扰设备等，用甲其他的战机来伴随作战。学者分析，中共正在发展中国版的苏德计划，想要伫个战场顶面来抢夺电子权，也有信息夺取的制网权。或称为电歼16的这个战术的电战机，它跟美国的EA-18咆哮者是类似的功能。所以从作战层面到战术层面，都可以看得出中共在就是跟随美国这种网电作战的一个发展。苏志文分析，2021即阵中共派出侵略台湾的军机运飞运到电战机种大约占18%，显示中共有系统性派遣电战机种来出海，来收集电子情报，并且发展总体电战能力，提供赶紧强化电子反制作战能力的各项装备甲战法，应该是防护战略的重要关键。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镜头来高雄。人讲高雄的3大观光夜车之一，就是青年夜市啊，已经重新开幕，就有吸引3万人去交关。虽讲即马是无人数的限制，但个夜市也是袂当哪行哪食，敢若会使伫店来食。另外嘛要提醒乡亲去踅夜市，爱会记扫 QR code， 做好实联制，保持社交距离。下晡3点，红山青年夜市的打饭已经咧备了，因为前一天开幕吸引3万人，将近3000平空间客甲10通通，烦恼拜节共款人真多，提早2点钟来准备。不会有拿口罩下，我们会提醒。我们都会叫他尽量不要挤在一起。没有时间呢，我们都一直考，根本没有看客人啊，那时间连看客人的时间都没有啊。大环讲前一天无闲甲，连啉水的时间拢无，有时阵无法度注意旅客是毋是有挂喙暗。不过夜市主意讲，夜市虽然沿内向，不过免往哪行往哪食，在单位食完物件爱挂喙暗。没有打的部分，我们就不好意思，就是没有办法让你在那边做生意，毕竟接触的人跟钱，这个都是有一些风险性的部分。我们这个防疫，我们一定会做到很落实跟确实。提出防疫计划书，青年夜市表示，开幕进前已经送市府审核通过，夜市内底无人数限制，不过打饭往外做过2期新冠疫苗，也佫提供酒精甲实联制，这样白打。针对人这么多，市府也表示会请管委加强宣导，提醒民众落实防疫措施。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台北市的阳明病院发生疥疮烧坏的状况，这是一种皮肤的起蝶啊会上的传染病。病院是表示病房已经有消毒，毛苦的患者甲医护人员加强赴57个人做检查，目前有2个人确定去胃着。台北市立大学病院伫9月30收治一个生疥患者，医方表示，这个患者伫转院进前就做治疗10多天，伫10月29的时阵检查是阴性。不过，同一间病房通报有病人的皮肤起粒啊，医方随针对这病房所有的患者，还有员工拢总57个人做皮肤的检查。57人进行皮肤检查，结果2名病人疥疮确诊，我们立即安排治疗，并持续监控中。针对疥疮阳性及发生皮肤红疹个案，我们提供适当的治疗，环境全面清消。医方表示，目前考虑57个患者甲医护人员，针对病房的环境全面做清洁甲消毒。不过，因为家属也是有探病的需求，所以目前无禁止伊出入。感染科的医师表示，疥疮是由疥虫引起的皮肤疾病，由皮肤的接触来感染的。若是发生伫长期倒伫病床的患者，风险比较会较大。症状大部分就是痒啊，那抓伤之后有可能会造成伤口感染。那严重的时候，如果全身感染，当然也有可能造成死亡。它造成死亡的这个比例，大部分都还是因为后续的这个皮肤感染、细菌感染造成的比较多啦。针对疥疮烧坏的事件，医师建议，都要赶紧让皮肤科的医师来检查。过去的经验，一天会当体检200个人至500个人，第一时间把可怜的人全部做体检，来阻断传播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即马伫大路常常拢有人看到美食外送员，因的交通违规嘛愈来愈多。
根据公路总局的统计，外省县车祸事故2019年已经增加到4000多件。有外省县就表示讲，因为惊因的脚抢上慢，人客会取消订单，安尼即抓就白了工啊，所以因的奥多拜就愈骑愈紧。那公路总局是表示，违规也是会加强处理。道路边的素食店、美食外送员轮流来提餐点，门口停满啊，就直接停伫个人行所在。不过赚辛苦钱的同时，也常常遭到用路人的检举，也是直接放开罚单。等餐的时间久，然后客人会传讯息来，传讯息的来当中，我们又会紧张，又要回复给他，没办法啊。那你一个月有被开过最多几次？3次了，超过白色虚线也给你开啊，哇，红绿灯路口。超过一点点，他还不行，来证件拿出来。内门餐厅等待提餐点，有当时爱等15到20分钟。外送员就惊用户买单取消订单，等于是做白工。所以讲餐点一摕到手，也是会加紧速度，赶紧送去。公路总局统计，2017年外送的事故件数是888件，2018年1795件，2019年2307件，2020年是来到4019件，4年加起来将近100万件。主要违规项目，像红灯占140成，虽然是超速加红灯降息。最近单很少，所以慢慢骑就好了，慢慢骑就好了，干嘛赶？每半年结合地方政府治安署跨机关的违规取缔这个部分我们会去做。公路总局表示，现行有5项改善的做法，包含每半年加强取缔，严格被取缔缴罚单拢是外送员边台甲设伫倒位。官员讲，若是业者管理不善，依然会有相关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电影放上头来看，咱台湾进入高龄化的社会，推动长照服务嘛，将做重要议题。真侪社区即马拢有设老人食堂，互老大人做伙食到。伫云林斗六即马已经有19间啊，最近阁有新的一间开，咱做伙来看。有鱼有肉，阁有菜价，有老人食堂的志工来到款中斗顿，真侪时段拢感觉真方便。这是云林斗六的镇西社区，最近新设的老人食堂，按算会当服务200外的时段，互因食饱饱。真方便咯。唔免出去买，来遮就有法度食吼。对啦，换爱有法度来赶啦。阮师傅即马算，若去上班就好用。即马社区甲你照顾着对啦。斗六市的人口大约108000外人，65岁以上的老岁仔就有17000人，占15%，比例算是真悬。即马政府推动设老人食堂，就是望来照顾在地的时代。伫镇西的这间已经是市内第19间提供老人食中斗顿的所在。互咱遮长者莫逐工拢覕咧厝会使来社区食希望讲这个长春食堂成立了后会使互镇西遮目前他们供餐的人数是209人但是因的志工有25个即马台湾社会老人的人口比例是愈来愈悬，各县市也拍拼推动设关怀据点。带老人上课做活动，互相交流开讲，这款长照服务也是未来重要的趋势。记者综合报道。南投第三农会最近有开课，互社区的妈妈去参加，去发挥创意。因是用树尾搭树枝来摆出各种无同款的喷花，而且这作品做好了后，佫会使炸回去处理。这是一个面的概念。然后这个我把弹簧弄小，为什么？我希望它是一个点。南投县的第三农会最近有咧开办非常解决成人课程，透过幸福农村推动计划，请专业的老师来带领，体验园艺趣味，望互者家政班的成员有透放压力的管道，生活更较精彩。我们是用枯木，然后跟那个植栽做胎球，然后加枯木的结合，就是比较偏向大自然一点。来到农会这边上课，可以让他们达到一个心灵疗愈的部分。大家动手做，用心学，因为是第一届体验，树尾有分大细枝，会当紧家己家己的摕来排，随后搁放几粒青枝球配景，原本无人要滴的大树枝。发挥创意，就会当搁再挂起来。因为园艺治疗，它真的对人的心理上啊，或是一些健康都是有帮助的。不只是说可以放在桌面当一个盆栽欣赏，然后你在照顾它的时候呢，你可以每天观察它每天的变化，啊，对你的一个
心灵或身体都很有帮助。因为我一直都很喜欢植物啊，也很喜欢花花草草啊。因为刚开始做的时候真的都不熟悉，因为是第一次吧。但是老师就很有耐心的跟我们教导，到最后就做成这个作品，我觉得还很可以啦。经过一系列的课程，大家拢会当做出满意的作品。欢喜讲一直要早回去出来做摆设。第三农会也表示，会场解有课程，除了予家政班的成员有无同款的体验以外，也帮助透开疫情期间的压力，望予大家的心灵更较开阔、更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县政府顶日是举办运动夜市的活动，唔是真正夜市啊，因是伫体育馆内底开无同款项目的体育课，有跳舞、有气功，希望要培养民众运动的习惯。1、2，开并开，开并开。南投体育场有学生咧跳舞、跳舞，咧学气功，咧练功课。这唔是学校咧上体育课。是南投的特色活动，叫做运动夜市，有一个款不同的运动会当体验。应该是跳舞的。因为前面做了气功，所以后面跳舞我脚很酸。气功是我第一次体验，后来非常的酸，一直停在一个动作，一直蹲。这针对台北乌山国小来的学生，是专工来体验运动夜市的。南投县政府争取到体育署运动爱台湾的计划，举办运动夜市的活动。有专业的老师带社区的民众免费体验运动项目。除了学生伫学校常常做的运动，佮不时会有新的项目，亲像是国跳舞、气功，因为学校无咧教，就真受囡仔欢迎。我觉得运动夜市算是南投的一个特色了。气功、国标舞的部分、太鼓的部分都是我们在学校的课程或者是社团里面没有的项目。而且呢，自从疫情以后，我们发现免疫力更重要，运动的夜市让更多的民众一起来体验学习。这项运动夜市的活动，用趣味的方式推广各种运动项目，而且免钱都会当体验，会当让大家慢慢找到家己有兴趣的项目。希望会当培养民众运动的习惯，加强抵抗力。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简介，镜头来婚礼。婚礼的布袋戏赛无万强是到大细的幼稚园去表演，嘛教细汉囡仔人布袋戏。这届即共有20场的演出，要伫各乡镇的幼稚园巡回，希望互咱的传统艺术会当定根。演出各种角色，示范安怎变声。婚礼的5万乡布袋剧团执行长来到大溪幼稚园表演，和一般布袋戏的表演无同。5万乡专程踮戏台外演出，向学生囡仔展示安怎人布袋戏。全程在外口安尼甲演予小朋友，教伊看安怎人安怎变声，有小朋友看落很高兴。因为咱这个布袋戏是咱的台湾传统艺术啦啊，一寡小朋友渐渐对这传统艺术陌生啦。20场是咱的前线咱的巡回演出，就是要让小朋友知道讲，咱台湾有这个布袋戏。学生囡仔看5万乡人布袋戏，唔但笑袂停，也直直拍扑啊！实际体验人布袋戏，也拢算甲真欢喜。好玩吗？好玩。想不想要再玩？想。小朋友之前都没有这个机会可以接触到这方面的事情，趁这个机会呢，让小朋友能够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看到讲小朋友有真兴趣，这就代表讲，咱的台湾传统艺术布袋戏还有一条生路。5万乡即届伫婚礼馆内有20场的演出，到无共乡镇的幼稚园人布袋戏，予学生囡仔看，也一边做简单的示范和教学，希望会当将台湾的传统文化继续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伫1913年就开始有世界艺运动，到1920年代，文化协会开始兴，民众参加各种文化活动，开始有世界观、有本土意识。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专工举办展览，以台湾文化协会会馆内底作为世界人做主题，带大家来了解咱台湾伫无共时期对世界的想象。这是文化协会迄个时代留落来一个真特殊的大型的纪念物。这是昭和2年的1927年伊咧讲的就是时间逆行，内面一个苏碧辉这就是文化协会理事。
是艋舺在地的生理人，伊就是管这个时钟的塔。如官讲的这座无几百外当前，日本统治台湾，互艋舺当地人有时间观念的时钟塔。那去艋舺龙山寺的最底后壁。即马也有地看，今朝到看顶头，也有看起来像拉丁文写 Tempo Estas Mono， 时间就是金钱。其实这是1887年俄罗斯人柴门霍夫推展世界大同、多元包容所创的世界语。迄阵文化协会吼，伊嘛有讲吼，因做的工课会当分做2大类，一种叫做宣传节。一种叫做阵地战啊，时间甲空间的观念就是咧争取啊。这社会大众，你本来时间空间的观念可能是较传统的，啊，咱家改变过来啊，互你较知影讲现代的时势是啥物款。1921年，伫咧文化协会带动下，文化的真侪社会上接用接听的词，一方面抵抗外来政权统治者的政治倾向，另外一方面是新思想甲新观念的推动，也通讲是日本总督府甲本土社会新旧观念两面作战。伫咧空间上，文协也伫咧人侪的所在，像庙埕办各种活动，希望改变大众对世界的想象。无产者。善良人，劳动者，日做工。不过，在这段台湾开始出现世界语运动的时，民间无产者不满日本帝国主义吞台声音，并无动点。左派人士就发起327运动，逐句拢3个字，对台湾历史、经济到反封建的思想拢写入去。主要拢是左派这人，因对利用这种327来咧做运动，这就是反殖民，这种是反封建。啊，个反社会内面的吼，迄阶级就开始用过大家拢听有的话，啊，所以形式性的时阵，伊是采用按明朝、清朝一直落来正版的迄3字经啊，吼。啊，我是特别重视迄阵较基层的社会历史吼，尤其农民运动啦吼，工人运动，还是讲迄阵社会主义一寡思想，哦，这个部分较大家较唔知影的这个部分。希望讲会当分享，互大家知影。一个人的世界观改变，伊的行为就会对咧改变。准若一群人世界观改变，就通改变一个国家的运命。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这场号做6位世界人的展览，对1920年台湾头一位飞行员谢文达回台做乡土访问飞行，刺激台湾政治边缘意识，和文化协会催促各种社会决心，和前辈者对台湾建构主体性的付出，就望台湾会当成做世界人，袂简单是口号。记者民警曾派文台南报道。在镜头来嘉义县这4档已经辅导超过40件旧建筑保存再生的计划。最近更有找12个乡镇，找21件有特色的旧建筑，包括代替南靖车头边仔的旧宿舍，希望会当把地方重要的文化甲历史拢保留落来。师傅伫老厝内底无用修理的工课，即间要80年历史的老厝，暗算明年9月就会当完工。除了这间老厝以外，嘉义县目前阁有另外13间私人老厝，摕到文化部的补助。对于不管是年轻人要创业也好，或者说有任何的展示的场馆，就是它有足够的公益性跟社会影响力，可是它其实并没有足够的那个财源可以运用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计划就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嘉义县到今已经向文化部申请40间私人老厝修整的补助，伫老建筑保存再生计划申告发表会内底。各伫12乡镇推出21间有发展空间的老厝，包括进前南靖车站边的宿舍，嘛暗算要用同款的方式来处理。南靖的这个宿舍，好，这个我们也要跟这个台铁来谈，也可以，其实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其实嘉义县具有这样的一个潜力，好的老屋其实还非常的多。哦，那我们觉得说可以透过这样的计划，有更多人他可以看到，然后他如果说自己的家里，哦，或者说甚至成为某种青年返乡的动力，哦，那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要修理老厝，唔那就开时间，嘛爱开真侪钱。执行团队讲，这是人推测这个计划，民众开始有咧关心老建筑的保存，希望透过民间甲政府的力量，会当活化一寡老建筑，嘛来保存地方的历史。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体大大车拼来看网球世界球王乔科维奇，伊是第7届坐起哩年度的世界球王这个位，打破美国前球王山普拉斯的纪录。而且乔科维奇阁摕到巴黎大师赛冠军，已经摕到37座大师赛冠军，嘛改写历史。所以我来关心顶礼拜的体育新闻，整理报道。激战3盘也拍到抢七决胜，网球世界球王乔科维奇伫巴黎大师赛四强战，甲波兰选手胡尔卡拼战到最后，才伫对手这一球出界之下胜利。摕这一胜，不止互伊进入决赛，也确保伊年终世界排名第1的地位。伊拍破家己甲美国传奇名将桑普拉斯共同保持的6摆年度球王纪录，互伊感觉真幸运。One of the biggest goals, and it's always one of the biggest goals, try to be number one and end the season as number one. To do it for the record 7 times, surpass my childhood idol and role model, Pete, is incredible. I'm very grateful, very blessed to be in this position, and what a way to achieve that, you know, with a match that was so close, so intense. 乔科维奇今年虽然错失争做年度天满贯甲年度全满贯的纪录，不过伊伫巴黎大师赛决赛面对世界第1的俄罗斯梅迪德夫，同款激战3盘才摕到冠军。这是生涯第6座巴黎大师赛冠军，也是第37座大师赛冠军奖杯，可以搁一摆改写历史。球员伫巴斯顶悬赢冠军奖杯，接受球迷欢呼。美国一帮大联盟亚特兰大勇士抱回继10年的世界大赛冠军，车5伫亚特兰大市区疯狂游行。传奇球星汉克·阿伦伊的威爽也到现场共享荣耀，不过却传出未少插曲。地成功臣马斯克和警方误认是一般球迷插领掠去，要球迷怨叹游行巴士开伤紧。国内中华一帮车5暗时比赛进前，第一摆找国立台湾高响乐团来演奏。中职史上第一摆，台中就有一个棒球场正做国家音乐厅，演奏有中华一棒主题曲，甲台湾音乐100年组合等，互球迷无共款的感受。中职下半季赛事也真紧张，统一赛7暗时靠11回投手郭林瑞雄，投出生涯上长7局只失1分的好表现。统计最后以3比1拍败乐天。下半季红王魔术数字减到 M5，相信这礼拜5就主力红王。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更加变两重，疫情改变咱的生活。疫情加上欠工，即马伫英国甲美国已经有几若100台机器人伫校园内底乱扫，伊是专门咧替人送食物、送餐点，而且服务甲不假周至嘛，真受恶落。机器人为你外送餐点，毋是啥物科幻电影，是真真正正发生的代志。几100台关渡甲脚头尾机器人伫英美顶国的校园进行到送餐，一摆送4盘大披萨，拢毋是大问题。 Students love them. They're part of the BG family now. They're recognized all over campus, and they just blend in well with the student population. 伫新冠疫情发生进前，送餐机器人只有小规模测试，不过疫情了后，大家较爱无接触送餐，加上因为疫情欠工，互送餐机器人需求增加真多。以成南科技公司为例，2019年只有250台送餐机器人，目前增加到超过1000台，送餐超过200万次。 We're likely to see a lot of quick expansion, and the expansion is being accelerated, 1 by COVID, and 2 by the labor shortage. 这机器人挂摄影镜头、感应器、GPS 或者是雷射扫描器，引导机器人行伫进行道甚至过车路，时速伫每点钟5英里。专程有安全人员监控，不过因表示，真少需要为机器人手动打档啊，或者是排除障碍。机器人到目的地了后，顾客伫手机啊输入密码，就用将机器人解锁，摕出食的物件。 It's gone from being really just a nice thing to have to really more of an essential service, and you know our students are loving it. 美联社引用市调机构 NPD 的资料指出，甲今年6月底美国的外送订单业务比1年前增加66%。预计外送需求未因为疫情等候减少，因为民众已经惯习伊的方便性。公司新闻林浩如报道。 来关心马达加斯加这个所在，因碳排放其实是足少的，也不过算是全世界头一个因为气候变迁、气候暖化受害国家。
因为当地严重渴旱，农作物拢种袂活，有3万人食袂饱，阁有真侪人饿死。3年无落过一滴雨，马达加斯加上南边的亚庇地区沃西泰罗，因为气候变迁造成40年来上长的苦旱，农作物拢无收成，土匪将村的资源抢了了。国际人道援助去年3月送来粮食的时阵，当地已经750人夭死，全国有300-400人夭死。幸存活落来纳西奇带8囡仔艰苦求生。We're really helpless, like skeletons. We couldn't even walk anymore. My children cry. They cry so much. 联合国统计将近3万人食袂饱，不少人无做到向皮一店摕无爱皮煮来食。This is how we do it. Like this. Look, we scrape it like this. We cut it like this. But this is impossible to cut because it's hard as wood. You think we throw this away? Once it's boiled, we'll eat it straight away because we're so hungry. 联合国人口基金的医疗部旁为囡仔检查健康状态，一个3比8、巴肚枵，甲人食苦涩的仙人草花，互人看甲食唔甘。目前已经有50万的囡仔营养不良，其中11万人是属于严重急性营养不良，已经是用要无命。目前非洲地区也阁有真侪所在发生药机，亲像也门、伊索比亚甲南苏丹，不过主要拢是战乱所引起。这几年来，暖化威胁愈来愈大，未来可能会真紧伫某些所在也引起同款的药机。I'd like to think this is a worst case scenario. 216 million people by 2050 that will be migrating or displaced because of climate change. 马达加斯加的经济外靠旅游业，疫情阻挡所有观光客严重的苦化山顶部，尽管粮食危机，离下个收成季还有半年，联合国估算即马需要7860万美金来提供当地粮食援助。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再回来关心天气，天气报你知，提醒乡亲入手上强的冷空气到位啊！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会转凉冷，雨霾较粗。气象局伫早起已经针对苗栗以北6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而且今仔日愈换愈寒，暗时气温敢若剩16度，若拜三会转做大冷。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是22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7度。南部的温度上低是21度，上悬有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8度。外岛是16度至25度。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高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